就是银座一个是吧？我老婆娃来了，我都没注意到。最近很多粉丝中餐，他那边吃都这个吃都不能挑嘛，吃到人家不行，是定的那种。你看你这个可以放刀这个可以，APP 可以。这可以拉走吗？不用，暂时不用，他们要看到直播。放拉着。你要文明说话，不能再打。直接一脚踩扁，踩扁了不丢。不敢，不敢。哎，是不是想知道我并没有多少斤吗？哎呀，60啊，没有65，没有，70多也没有55啊，更没有，77，我是个74，哇，之前90多，我主持的很低，之前那90的算是70多，看不出来。这个你体重就才50多斤，54斤。我60。我们那个好像，我们那个1米7了，他姐姐比较大1岁，他都初3嘛，初2吧，初3了。他好像都1米7，比他妈妈都高很多。现在都是一个比一个长得高。他觉得以后肯定会长到1米7、5米7。抖音直播看的很少，比较会他们国家看一下。谁都没有。推特越远了，关系老师在这。我这秀第一天出来，说是1天5出来就不舒服，是吧？我这吃1天。这个谁能有些是不是挺成的？出来有2次多了，就关键是对啊，有个大的，以前有个小一点的，那次我帮他拿回去了，这次也帮不了，这次太大了，后面都帮不了。他好像找别人拖回去了。他那个我问了那个，这次那个没做多半就是那个，我们那家松花的那一家，我这个做了把多少钱？2000。哇，卖的出来了，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但是没有收啊。你做出来之后你送的话3000块钱，但是你那个没收益的那个贵啊，因为你保存的多久？什么叫什么青的？青是青，红黄青的青。这个留言就只有一个青。我是找老师合作，是摄影师在上面。你试过用手机拍效果？还有我妈的微信啊。你有啊，你是有啊。他走了，我让他们睡觉，然后直接。这儿我发了，前几天你没有，不知道他收到没有？你收到了吗？上次我妈差点把你删了，她说哎谁的呀？我说是上面我就账吗？你们也没发吗？我不知道你发没有。对啊，我看你没发呀。我们这个太吃那说应该叫几个汉族人一起
笑，啊笑不看对这也算是美女们笑一笑啊！我发现这4个里面上的最好的就是丽丽和拉姆。拉姆，拉姆王是跳的。那妮妮现在也跳得非常好，她有点像欧美那种舞蹈。对。她以前跳的不是那样，她以前跳的不是那样，后面变得漂亮。最近他们说超对吧？真的。对，后面现在就变了。他应该是觉得我是吧？妈妈说我有实力没学好。这么多都是一天，他之前就跳的很好。我打了，我有，我那个主要打的赛事。没事没事，我踩一下就行。是吧？我家母。王虎，两个黄的，一个黑的，一个黑色的。黑是蓝网吧？看不到的呢。看不到啊，一听就是一样。抖音没有那个，没有放大的那个。啊，是有。你们瞧。音走拍的，我一般拍比较短。小李说，你可不知道今天7月份这个拉姆他们俩抽的头是我在这个直播里评了。无忌他输了，连输了3次，然后我拉姆姐姐让他做惩罚，他不做。他们两个经常在直播吗？很正常。然后他们两个吵架。不理了吗？现在不会哦。拉姆今天被气的都不回来了，帮我调整。小夏还是一样的。学校有几个人特别喜欢昨天晚上我们也拍不少教程，有人举报我拍舞蹈。不知道啊，我在派出所把我拿去做文物啊。我说是谁举报，他不说。
你跳这个欢剧嘛？重新关上你。拍脸了。那边等一下回来啊。那就先拍，先拍。重新放一个。
岁。啊，不会吗？这话，那天气。忘记了，还有一个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永杰在上面啊。啊，对。家人们点点赞，是时候报恩的时候了啊！哎，我去拍摄那边再拍吧。好。那就换。明天再拍另外两个。换哪的嘛？最拿手的，你清空的，真的。可以把这个拿走吗？啊？有永吉在这儿嘛？能不能拍永吉？对呀，我和老师说一个啊。我刚刚上来。到处就是就会有，我不知道呢。他说黑脸这边。但是我们这个老师。特点是个，永杰特点是个。啊，跳一遍。先跳一遍啊。他们好像开永吉。头一片，可以，这里吴志豪这风景好，这背景好，背景好，那边背景是好看，不小的。我的手机看不见了，你们要带前进，就这边。是我们的张立德老师的。那就开始了啊，正式开始了。那边抬腿。啊，那不行，那边今天反正看有什么就播什么。明天来吗？正式开始，明天还是来啊？我有些外面拍一样的。先拍两个是吗？拍两个这个不吗？两个过去，这不还有一个。开始啊，开始。我是一会儿就是传单车嘛，传单车和大西，他们是老乡的嘛。对，家人们用起来。是啊，他们歌曲他们也是唱到吧？有些舞蹈也改进了一些。哪有这样？他本来也是老师，他幼儿园老师，他也是老师，是那个真诚嘛，他本来就是。但是跳舞方面也是，他跳得好。
对，我也搞拍了，拍一点。咱们只拍了1集，真自己拍进去，我是拍了一半。这个跳得好。老师拍一个。好。快点。成，往后面退一点。哪儿的脚？退一点。丢了脚。开始啊！加油！你看还有吧？看哪个？你看他现在搞直播了，他不跳舞了，跳的很少。我们现在是在成都高升桥的户外中心跳的，他们40秒，跳到好多，跳。通过还要退点，通过。1分半就可以差不多了。要么跳完算了嘛，1分多吧，反正1分半吧。不，你们看一段完了，如果2段完了就喊停嘛。你们喊嘛。没事，我踢就可以。好，跳完就可以开始了。我记得是他们之前的人说的。千万不要笑啊，真的不要笑。给我跟骂英语老师，重来。你这跳了吧？小弟，往左边高点，小弟。重新跳嘛。叫你，我也是叫你。哦，我们一起嘛。我想你。你们跳嘛。小青车怎么没下去跳舞？小青车是少有意的欣赏他下滑的摄影师，看他和你的下滑，因为你要举得远一点。
这种老师技巧跳好吗？老师，都走了吧？有几种啊？这样对我。其实问你做完作业没有？看明天还有一天。做完了。作业做完了。做完了呀。做完了。哦，明天就休息。就是要补课吗？要我要补。都要补。他还不会以后，我发现5年级的作业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写不完。以后越来越多。初中的话，又不一样。还有一个。他说你看过张鲁看过吗？看过了吧？看过了。我只读过，但是你认识吗？这个？认识你不会读，但是你知道意思吗？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不认识。他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做完了吗？那我问一下，哎，你会不会掌握你看懂吗？这个什么意思？C'era oggi giungo mebe. Dove giungo io giungo io poi non dire. 他们4个人去，你要往那边背一下，一下这个。你们4个吗？今天你跟他们聊嘛，跟他们聊嘛，跟他们聊嘛。다시 되는 나이야. 걔랑 요사강은 시바이. 저 정선 시바를 가. 我应该让他们朋友的，大家跟呢，我对听上那个，这是我真的自己心里。라서 나는 집 갈아야 돼. 나는 안 돼. 你这么说的话不影响吧？你的说不是不影响，这个随便你怎么说。집까지 가이라. 라서 집까지 나가. 집까지. 집까지. 야야. 집까지 나가. 뭐 그거만 그렇게 가시오. 우리가 그게 같이 내가 지금 양도 하면서 너무 많이 他们我是藏语说，他们是那个，没看到谁是藏语？几点了？几点了呀10点20。10点20。10点21才能进。不远。呀，他妈真是真是。dalam nang cakap我快从嘛个是的，我嘛个是。能亲那边，这个是能亲，他是这个子。呀，从嘛这些。兰卡走了另外一个亲戚。兰卡走嘛个阿七，姐姐快没了，等一下再走起来。是大姑子，对，我是大姑子，兰卡走嘛的亲戚。也不，这个也不。
他去家种啥的，俺就那。就点的家里头。demo菜了，就这个扎西的了，像兰州有的弄的，这个葱啊扎西的嘞。哎，我说了给他们我走了，然后就是他们是就是脏话，脏说话，哈哈哈的。当然不要的清楚噻。